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28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疫情的影响，过去政治人物过年发红包的行程拢取消。不过，为了让民众同款的当感受到祝福甲喜气，今年总统蔡英文的春联甲红包已经送到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甲党籍民代服务处。一听到消息，嘛吸引真侪民众前往现场索取。今年总统府春联由小英总统甲副总统赖清德共同署名，以扭转乾坤4字，就希望扭转疫情的冲击，团结平安，渡过难关。另外，一颗银的福地印上设计精美的水牛图案，向前健轮往生。伫福地展开，也当看到水牛妈妈甲小水牛对上的图样，代表家庭圆满。所春联、福地甲红包一送到民进党市党部，就侪侪民众甲支持者陆陆续续来摕。市党部主任潘新传也亲自发送，提前互大家感受过新年的喜气。来呢，你扫过来帮大家客者吼，来来。哦，这不容遐专工为刷过来，你是看到新闻还是看到阮群主写的？弄快了。哇，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注意，谢谢。新年快乐！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这个还蛮有意义的啊，就是2021，就是希望今年台湾可以一切顺利、好运这样子。对，就是希望大家健康平安啊，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啊，今年呢，总统、副总统的红包设计的扭转乾坤，因为现在全世界疫情严重，那很多各行各业都面临很大的挑战跟难关，那就是希望呢，借由这样红色的喜气，还有坚韧这个金牛年的扭转乾坤，祝福所有的国民呢，祝福全世界都可以赶快度过疫情，扭转乾坤，然后从低谷翻身啊！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因为肺炎疫情因故，今年过年无机会亲自对小英总统手中摕到福地。不过市党部表示，民众会当到党籍立委、议员到里长服务处来摕，只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新年快乐，扭转乾坤。台新闻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建平里每当3节拢会为了里内的假收入户、变年户、甲独居的长辈，今年预定伫1月30号发送春节的礼金，加上志工寒冬送暖，每户加赠送关庙面甲麻油鸡饭，希望帮助弱势民众过一个好年。距离农历春节只剩2礼拜，安平区建平里爱心会成立至今已经有8档，伫个里长傅建峰的带领。每年的3节拢会为了里内的低收入户甲独居长者，今年春节的寒冬送暖，预计每户要递赠600块的红包甲姜母糖、关庙面，希望会用帮助低收入户甲独居长者。每年的端午节、中秋节还有春节前都会送我们基本上是每一户低收入户针对低收入户、独居老人还有边缘户，就边缘户就是他没办法申请到低收入这些的住户，我们都会送给他们600块红包，还有一份应景的礼品。那我们今年呢是送600块红包，还有包那个半斤的姜母黑糖。那我们这次就因为谢谢我们那个里面的一个志工吴佑成先生，他特别制作的那个那个麻油鸡饭也要送给每一户都1盒。其中姜母糖是里内烘焙班的产品，爱心会成立，嘛是靠姜母糖的义卖贩售里内。加上今年还有外地来建平里担任志工的吴佑成，主动加进家己煮的麻油鸡饭，预计伫1月30号要来亲自发送，希望会用帮助弱势过一个好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配合政府达成111年国中小每一班拢有冷气的目标，台南市已经争取到中央的30亿来进行电力改善甲冷气的安装，同时嘛启动太阳光电甲校园种树的配套措施。为达成111年国中小每一班都有冷气目标，教育打算伫今年1月底进前完成第一阶段学校电力改善的设计甲采工作业，同时嘛要同步加强太阳光电甲校园种树的配套。以新南国小标作案为例，除了将校舍的厝顶评估设立太阳光电，包括运动场甲停车场等空间，嘛将纳入思考。因为地面型的光电设施回馈金上悬将到4.5%。那配合市长在绿能的这个推动的部分，台南市也是超前。要跟大家报告，我们的屋顶型的部分呢，这个整个装置已经发包的部分呢，可以占大概91%，也是在全国里面是最高。那目前来讲，我们接着是要来做的就是球场，那太阳能光电的一个装置。那这个部分也已经有这个19校，那已经陆陆续续呢，那么在这个完成发包。那更重要的，我们也能够达到这个绿能的一个所谓节能减碳这样的一个功能，也让我们的球场，那么学生打球不用晒太阳。我想这个是一举多得。另外，校园种树的部分，包括教育部补助甲台积电的赞助，今年预计伫200多间国中小种2000多丛，而且是专家建议在种本土原生的树种。为了要这个让空气更好，所以我们也配合了中央，它在种树以及台积电呢，那么补助我们在做那个种树这个工作。我们目前大概盘点的结果。大概有2000多棵，那基本上在全国来讲是数1数2，所以让台南市那么变成是一个这个除了绿能的产业，同时也是一个绿化的一个环境，那对整个空气品质的改善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为达到影响校园的目标，后伫冷气装了，树木不只提供降温的功能，嘛是学校生态甲生命教育重要的场所。这一班计划嘛，顺续为全市学校的树木进行总体检。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用心打造5000级抽血检验站，不只结合自动化智能报道，而且运用人工智慧分流，不但得到卫生福利部的创新服务，而且自动变更的功能，佮得到专利的认证。一般民众到大病院看诊，有时因必须接受大细的检验。如果同时看2科，有时会造成重复的检验。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为了改善过去检验站的空间不足，甲民众的抽检不便，经过跨科的讨论，伫去年完成检验站的大改造，不但引进自动的报道机，而且更会进行智能的分流。甚至整合2位医生开的检验单，进行夹单甚至夹讲，减少民众的不便。我们的实验室呢是86年建制的，所以比较传统古色古香的一个部分，那就是实验室比较老旧，之后硬体设备不足，之后资讯呢未做全部的一个整合。那病人来这边抽血的时候会抱怨呢，他抽血量比较多，之后呢等候的一个时间会比较久。那有一些会重复的一个开立的项目呢，会请病人呢下次再来，会造成他们的一个抱怨等等。所以呢，我们就引进了这个自动叫号备管系统跟自动备管机，之后我们的一个传输轨道。之后到我们的一个分类机的一个部分，我们要解决所有之前病人的一个所提到的所有的一些问题哈，那减少病人的一个抽血的一个管子，我们也获得专利。卫福部台南病院这项的改造，不但得到卫生福利部的创新服务，而且运用 AI 资讯的智慧分流，甲自动夹单夹讲的功能，嘛得到专利的认证。不但照顾病人，而且嘛会减少试管甲纸张的成本，大幅度来提升检验报告的时效，甲优化检验的服务。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
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扉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北河区木架寮当地信用中心南田宫，每当拢会伫2、9暝举办博杯摕奖金的活动，博出上侪杯会当得到9999块的红包。另外，伫初1到初5，南田宫阁会举办千岁博杯大赛，上大奖是一座价值36万的货柜厝。请大家来阮的庙过年。欢喜迎新村木架寮17号南天宫主委饭长金凤，伫3天前家己出钱，首次办理除夕夜博杯摕奖金的活动，吸引上百位当地居民参与，更有人博到8888块的大奖。举办以来，参加的人一档比一档偌济，所以主委今年竞奖红包加码到9999块，大方欢迎部落居民拢来挑战。啊，这个压岁钱吼，今年吼来特别吼来头奖会当领着9999啦。啊，大家来试手气来拼一下经济吼，啊，佫会当来分享吼，这个千岁吼，迄种做来分享的做祈福的迄种口罩，啊，来大家等于平安。为了吸引更侪人来到南天宫感受神威、求财求福，庙方今年规划来阮庙过年点灯活动。民众只要伫南天宫点灯，或者是安斗，拢会送一个大方货柜的面纸盒仔，并会当伫初1到初5期间参加千岁博杯大赛。上大奖竟然是一座价值36万的货柜屋。来阮庙里过年，来阮遮点灯999块，佫会当吼由咱大方货柜提供的迷你小货柜来分享互大家，啊，佫再吼会当来初1到初5会当来博杯，这个吼由阮庙里吼出资来做一卡价值吼36万货柜小木屋，要来大家试错气吼来博杯，上侪杯的人会当炸转去厝的。去年因为疫情的缘故，部落小农的柳丁经销卖了足歹。为了好这群小农好过年，主委饭长金凤特别采购1万斤柳丁以及5000斤的金蕉，要来送予春节期间来点灯机会的香客。另外，为了配合中央防疫，南天宫嘛有请民众来到庙里拜拜，爱挂翠安，做好防疫措施，共同来对抗疫情。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大同街区欢迎发展协会迎接新春，除了年会大街以外，佮推出超澎湃团圆餐倒菜组合，并且联合多间商店发起停1号防疫人员的行动，呼吁大家做伙为1号人员加油打气。大同街区欢迎发展协会是大同路二段2边商家组成，横跨南区甲东区。27日上午，市原林美宴、詹培雅、黄丽娇、中华民国全国商船总会长胡成浩、市府经发局新闻处以及南区区公所共同召开记者会，要来欢迎市民来到大同街区吃美食、买年货。团圆宴这个菜色又是一个代表作。我们前面的这个部分哈，我们这个前面的部分哈，就是大同三街这个一个超澎湃团圆餐，超澎湃团圆餐，也就是我们大同餐，大同宴哈，这个前面有吃到的大同宴，每一道菜绝对跟别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现在疫情之下，大家嘛都觉得写菜市啊，为嘛年假的时候，趁这时候大家可能不能出国，更在家里吃团圆饭。所以我们商圈的这个所有的理事长跟理事们发起这样子一个联菜好，大家会当去订购，会当我家厝的人食得足温暖所有大同宴这一道5000块，这是经过阮试食，搁再试食，试菜搁再试，试了遮济店家40几道菜，出来硬试出来，今仔日正式推出。这个羊肉伊是羊小排，所以一个羊肉，一个姜母鸭。
一个鉗一个收，叫做禽兽锅。伊咧食起来口感，就是互你感觉讲有食着即个姜母鸭的辛香辣，吼，包着即个姜母鸭麻油，啊，搁辛香辣。啊，即个羊肉吼，就是很浓郁的那种中药味，所以让你感受到一种叫做霸气中带点温柔。台东街区欢迎发展协会推出超澎湃台东团圆餐，10人份5000块豆菜组合，包含姜米鸭羊火锅、爆浆金流沙汤包、红烧狮子头、日式东坡肉、佛跳墙、嫩骨左烧肉，以及酸梅汤等10道各式各样经典，也则是创意佳肴。这料理全部拢是来自台东街区精选的店家，不管是口味、卫生，拢有保证。主办单位嘛欢迎爱食美食的民众。会当拨卡06255579，也则是会当向林美燕、詹培雅、黄丽娇3位议员服务处来预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真侪产业受到疫情的冲击，不过电子商务企业的营收只是大幅度成长。有业者就积极扩展南台湾的成都空间，其中总面积6000平，开了6亿所打造的永康物流中心，嘛伫台南市正式启用。为了提升物流网服务，达到快速交回目标，线顶零售业者近年来积极伫南台湾设立成都建设，台南就拍算要有4座，其中开6亿所打造的永康物流中心，27号上午正式启用。市长黄伟哲甲侪贵宾拢到场祝福，祈求平安顺利，同时共齐精彩，共同见证所谓经济发展的里程碑。所以，我们一直自我期许，我们要发挥领导型的企业一个带领的作用。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能够提升整个电子商务的服务水准。那里边一个更关键的就是整个的物流。我们希望你在电子商务上面所购买的东西，你所享受到的服务不会比你去实体商店要差。那中间的关键就是物流。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眼光，能够在这个地方。将来年产值高达20亿以上，20亿实在太保守了哈。那但是我们希望说有这个机会继续在台南，我们一定敞开双手这个热忱欢迎，也期待将来在这个地方不仅是得到更多的繁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好的这个发展。经过了解，因为疫情因故，嘛造就电视购物的庞大商机。加拿大公司中型的物流中心，就至少会当容纳20万的商品数，一当产值超过20亿以上。所以，不断开拓物流中心以后，嘛希望站稳线顶零售业数一数二的地位。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基美博物馆伫2016年的时阵，曾经推出折纸特展，得到真好的回响，所以再次推出第2波的展览。除了折纸以外，佮加入粘贴、翻转等等的技艺，总共有4大单元、200件的作品。透过镜头带大家做伙来看卖。纸伫生活当中定定会使看到，但是如果是运用机卡制作成为各种的折纸作品，相信大家会较少接触到。基美博物馆因为2016年的纸上奇迹特展得到真好的回响，所以这届也再次来举办纸上奇迹2无所不谈的特展。这届所展示的作品所运用的折纸机卡更加丰富，呈现纸的静态到动态、平面到立体。这届的展览当中邀请了国内外8位的艺术家，总共200件的作品，分做4大单元，同时也展现了艺术家的手稿甲影片，希望透过这个元素。互民众会使简单了解到作品的细节甲艺术家的想法。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奇美博物馆的新一档的特展，叫做《纸上奇迹 Part 2》。那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的折纸展，那一次呢造成非常大的轰动，也有很多的亲子家庭来，或是年轻的文青朋友们来，都觉得说收获很多。不知道说原来纸可以呈现这么多的面向。那上次呢折纸是把纸折起来，然后没有粘贴件。这次呢我们是把纸翻开来让它弹出来，那中间也会采取了一些不同的技巧的方式。那展区大概有
8位艺术家，8组的艺术家，然后200多件的作品，那也会有一些 DIY 的课程，或是说有一些手作的课程，都欢迎大家来，特别是亲子观众或是对科学有兴趣的朋友都非常欢迎。这届展览当中，除了邀请世界各国的艺术家共同参与以外，台湾知名的洪新富老师也带来伊的作品。民众对老师上有印象的作品，应该就是每一年元宵节的12岁上的花灯。老师为了让民众会使了解到伊创作的过程，这届也特别将伊的工作室搬到展览当中，伊也无定期伫现场创作甲示范教学。那其中一般群众比较容易接触到我的是我的纸雕灯笼。那纸雕灯这次呢，我带每一件灯笼12生肖里面每一个都有一些不同的创意跟动感。那另外呢，还有包括一些立体书的研究，跟最重要的是这次我把工作室带过来了。那希望说让群众看到的展览不会只有一个结果，而是过程，让群众可以参与，用作者视角。那另外呢，在我们隔壁的展示空间里面呢，我们做的是从一张纸正方形开始，可以变出多少种变化。那我们取名为方圆之间。那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纸艺好像很难，其实不难，你只要拿起一张纸，经过简单的割与折，可以创作出很多可能。那这一次展出除了我的作品之外，还有很多很棒的艺术家的作品，那呈现不同的方向跟各种可能的大家想象不到的角度呈现。那也很期待各位可以来这边深挖。虽然是折纸艺术，但是其中也包括科学、数学等相关的知识。除了各种的作品展示以外，奇美博物馆也规划了相关的课程甲工作坊，甚至为长辈推出学习的课程。奇美博物馆表示，希望透过特定的推出，让民众会使拍破惯性的思维，提供完全无同的观点，对展览当中找到趣味。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13度到20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1月2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